被誤解和輕視的原子。原子在聚變和裂變過程中會生大量能，所以有原子和核子彈。原子維持本身核子和電子的結構，也是憑藉着本身的能。原子發放光、電、磁，都是用了它本身的能。原子與原子的結合，不是任意的，也不是隨機的。原子是有選擇性的，只和特定的原子結合，每次在適當條件下結合。原子間都有一定的比例，產生固定的結果。例如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產生一個水分子，這就說明了原子能辨識其他原子。原子是有意識的，辨識過程要和記憶資料比對。若然結合過程和結果都一樣，那麼它必然遵循某種程序。由此可見，原子是有靈性、程序和能的。原子的結合就是分配，而由此產生的分子就像後代。可靠的原理源自於基本事實和邏輯，無需依賴複雜的數學。這就是原子零程式能奧原理的由來。整個宇宙就是原子的社會。原子輪迴，分子或更複雜的分子，甚至人體分解後變回原子。原子在適當環境配偶衍生後代，如此循環不息。